生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生命，我深知前方的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的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是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脚。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都指向你。跳脱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抛在脑后，决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所有所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得胜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跳脱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飘在脑后，决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所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得胜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所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得胜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助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大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让我们再一起重头来唱一次这首诗歌。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当我不明白
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感谢上帝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常常会有一些诱惑，或是我们成就会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不那么谦卑。求主时刻与我们同在，来陪伴我们生命的道路，让我们一生都得你的保守。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骄傲。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握住。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耀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
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我们一生无所求，只愿能在经文与祷告中更认识你。我们的成就和荣耀都是你给予的，在你面前我们谦卑，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成就都不能与你的爱相比。谢谢主拣选我们，谢谢主爱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让我们能活出你的样式，用生命影响更多的人。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礼拜，也求主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们。我们大家依然站立，我们来攻读信仰告白。我们用使徒信经，大家一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你所造的是何等的可畏。虽然人类犯了罪，让世界陷入危机和惊恐中，但是因着你的爱，使世上一切受造的都在你伟大的救赎中。主，我们相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依然坐着为王。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复活得到盼望，我们更愿意持守信仰，坚定不移奔跑这条成圣的道路。感谢上帝带领洪凯弟兄今天要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认识你是一生最美的祝福，成为你的儿女是最大的福分。因为主耶稣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我们在服事上有份，也深知服事你乃是一种恩典。父神，我们求你让我们有同样的心志，在圣工上站立得稳，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在预备所做的事工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越服事越甘甜。即便遇上挫折，想到我们使徒保罗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苦和鞭打，更加激励我们继续向前，重新得力。这时我们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祈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先介绍一下哈。那我们请蔡嘉玲姐妹来，蔡嘉玲姐妹今天来参加我们华语礼拜哈，来欢迎。好，请坐。那我们来看一下周报内页比较重要的，要跟今天我们在主日台语礼拜有举行第5次圣礼点，等一下我们这边也是有圣礼点。那我们今天有洪凯哈，洪凯弟兄他要在这里受洗哈，那接纳成为本餐的陪餐会员哈，这是长老会的一个哈，就是正式成为我们的陪餐建成教会的会员。那我们今天的奉献哈，我们以前长执会就有说过，我们就是为这个，就是都会为一个单位来奉献。这次是为龙潭得胜之家哈，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协助更生人重生，然后让他们回归社会好的奉献。所以你们今天的奉献都是在我们在关心龙潭的得胜之家。我们知道更生人他们也不容易哈，所以我们也为关心他们，我们的奉献就是帮助他们。那我们在台语的礼拜也为了敬老，今天是重阳节，发给我们教会70岁以上的长者，有几位您知不？有几位你们知道吗？有60位啦哈，那60位以上哈，那我看我刚眼睛有看一下，这里好像没有70岁以上的哈，所以就红包就不花了哈，那就是先这样。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这个10月开始，我是开始当关怀部了哈。关怀部除了关心我们教会身心灵，然后一些新的就是探访这一方面跟牧师关心之外，就是重要的事工就是我们周报第4项的爱餐认献哈。那一个单位是3000元，我在台语礼拜有讲了哈，希望大家我们建成我们有爱，那我们还有一些空格还没有填满哈忙，希望我已经把爱餐团队都已经稳定好了，都是不管切菜组、掌厨组、什么卸饭组，还有那个现场组，以后还有善后组，所以你们注意哦，以后善后是每个团契都要参与这样的服事，每个人都有服事，每个人都参与我们也希望，当然啦，有吃爱餐的，我们希望都能够尽一点心力。没有参加吃爱餐的，我们也希望你若愿意有感动，也来参与这个奉献我在台语礼拜讲，所有的爱餐服饰这种固定的东西，希望在10月底，就剩下认献表没完成，希望在10月底完全的来搞定希望我们若有感动的人，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可以去填那个还没有填的空格。好，那报告就在这边。圣经，我们现在来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21到30节。圣经的话语，从21章开始，21节，好像有点更改哈，牧师有提早，21到30节。21节开始，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我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我们今天请林义杰牧师，他讲到题目是夸口什么？我们请林牧师。大家平安。礼拜完之后，大家那个孤独的身影就离开教会，他非常的于心不忍。那我们就试办了三个月，因为我们想了很多，因为从来没办过，我们试办3个月，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因为这个爱餐帮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一起吃饭，你学习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也透过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分享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刚刚大家来，如果看到我们第一堂的长辈们，其实透过那30分钟，其实可以帮助他们非常的多。让我们在过程当中学习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何等的污秽。竟然蒙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找到那个盼望。因为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人在这个世上为什么要夸口？到底又在夸口什么？可能想说骄傲什么？建成教会每个礼拜1、4、5有3天的长者事工，总共6个时段，差不多有100个人左右。我们住我们这附近的，或者更远的，最远的有从万里来的。等一下，麦克风是不是太大声了？不会有甚至从汐止过来的，甚至前2天牧师还看到有一个30几岁的青年人带着他的妈妈60几岁要来报名下一季的，而且那个妈妈我看到她就站在旁边就一直这样子，一直晃。他也希望他妈妈透过来这边来上课，不然在家里真的非常无聊。我们也看到这学期很多的长者是被推着轮椅来到教会来上课。牧师记得有一次在社区据点大概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一直吃爱餐，15分钟前牧师有一个心灵鸡汤。我这个心灵鸡汤非常接地气的，也就是跟着时事在跑的我有一次问长辈们，你们觉得夸靠台语的夸口还有什么其他的讲法？来，这边有没有人会了？夸靠的台语，这边有一个讲有没有？长辈这么非常的踊跃。碰轰还有碰轰，谁讲的？小贾，你加分1次哦。你1月6号结婚牧师会好好讲到我会夸你一下碰轰还有什么？问龟龟、臭单，有没有？很多。牧师接着问这位长辈，为什么人想夸口？有人说爱面子，爱面子，输人不输丁，输丁的这样拍看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见不得人好，甚至内心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就讲夸口。牧师有讲过历史嘛在我们金门那个小村庄里面大家都最喜欢就是夸口。碰轰为什么？我囝在台积电上班，那个人听到就很不舒服。
我好心哈，你台大上学，就是大家互相会互相会夸口。最后有一个长辈90岁了，啊，哥们，牧师，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啦，这个世界都是这样子，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结论就是夸口的负面大于正面。大家都想成为赢家，没有人想成为输家。这阵子跟着教会新眼光读经，我们都读到新约。我们发现，在新约的时代，有许多世界的观念已经跑到教会里面。当教会受世俗化价值观的影响的时候，教会的原本的真理就会开始有破口。当教会的真理有破口的时候，一个教会就会产生问题。人与人彼此之间会有一些纷争、比较产生。甚至到最后，这个信仰的真理都会受到挑战。今天经文的背景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他亲自建造的教会，也是他花最多心力的教会。当然，现在我们开玩笑说哈，还好当初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来学习。保罗传福音，他不会一直在一个地方。当他离开往其他的城市去宣教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使徒，我们叫所谓的假使徒，来到哥林多教会来传福音。他们来传福音用的方式跟我们现在选举很像，先重伤保罗。我们现在选举几乎都没有听政见嘛，都是重伤，都是重伤。他这个假使的是重伤保罗，重伤保罗。夸口他在福音上面的成就赢过保罗，甚至他在教会里面高举自己，甚至赢过我们所信的基督。以致一开始有些人就对保罗产生了误解，说保罗很多的坏话，说保罗表里不一啊，讲一套做一套。那保罗外表平凡，可能没像牧师这么帅吧，外表平凡，然后言语又很粗俗。如今的哥林多教会已经和保罗当初所传福音真理已经有一些的变质，这样的情况让保罗非常的挂心啊。我们看一下11章第4节，如果有圣经看一下也是一样，哥林多后书11章第4节，第4节记载的说，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另外一个耶稣，也有信徒在接纳另外一个圣灵，甚至有一些人接纳另外一个福音。在世俗化价值观所充满的21世纪现在，如今的很多的教会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许多教会失去基督的真理，渐渐成为类似什么？俱乐部跟社团啊。俱乐部跟社团，大家知道，俱乐部、社团是有一个门槛才可以进去参加的啦。在那边大家都是怎样？都是在比较多啊，讲是服务社会啊。保罗原本叫扫罗，牧师下面要讲的是保罗信仰的一个转变。早期扫罗是一个大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有一天，保罗走在大马色的路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保罗，他就扑倒在地。当扫罗遇见复活的基督之后，被耶稣的手摸到之后，他的生命180度转变。一个人从一般的民间信仰，会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一定有180度的转变。今天的洪凯其实也是啊。牧师讲过很多我的见证，我跟郑牧师，我们在33岁以前，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进去过教会。要不是我们被基督的爱触摸，我们不可能会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主啊。保罗也是一样，他成为宣扬主福音的使徒保罗，过程当中他遭遇了许多的困难，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11章23节到27节，那 PPT 弄一下，23节到27节，保罗受了许多的监牢，他下了监牢很多次，他受鞭打，受棍子打，受石头的攻击，他走很多的远路，冒死去传福音。早期志美牧师上礼拜有讲，我们常常记得马街是很伟大的宣教士来台湾。
可是有很多宣教师，他们才上船，因为浪太大就死在河里了。他们根本都还没到台湾就死了。其实那些都是无名英雄啊。保罗他也是，他坐船到很多地方去，遭遇很多的危险，甚至同族的人攻击他，外邦的人也攻击他，很多的人在迫害他，他非常的困苦，常常又饥又渴，睡不安稳，并为众教会的情形挂心啊。众教会是什么事啊？众教会情就是当有一些教会，他听到了他们的真理开始偏掉了，真理偏掉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挂心，就好像我们看到很久没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替他挂心，甚至我们知道哪个弟兄姐妹生病住院了，我们也会替他挂心。保罗这样的遭遇，如今的基督徒有办法感受吗？在台湾的基督徒其实是非常的幸福的。我们保罗的遭遇，我们有办法接受吗？牧师想，这应该很难。意思是说，如果做一位为主大发热心的基督徒，一定会遭遇这么多的艰难跟试探。如果是这样子，你要信吗？我们要信吗？其实，在整个台湾民主的过程当中，长老教会的总会的总干事就曾经也是为了公义被关在监牢里面。牧师在还没在读神学院之前，在母会的时候，常常听我们母会的牧师说，不要做一个只坐在礼拜堂坐着的基督徒。大家听得懂吗？只礼拜天只在坐在椅子做礼拜的基督徒，礼拜结束之后就过了自己的生活，享受在礼拜当中宗教礼仪。这样的基督徒看起来非常的轻松，他绝对不会有很多的麻烦，但是他却无法经历保罗所经历的信仰，所以他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服事很多，你可能要替某一些人祷告，这个也是一个服事。刚刚这边讲爱餐，篮球队也有篮球队很多的同工，有服事就会遇到艰难。最近我们篮球队有服事，但是就会有一些耳语声音跑出来，甚至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会被误解，但这却是帮助我们经历什么是真正基督牺牲的爱啊！不是来教会说我很幸福、很幸福、我很美满，不是的。我还记得在母会的时候，我们那个牧师刚好也成立了社青团契。社青团契大家知道嘛？大概大学毕业，刚刚开始工作，20几岁。那牧师就请我当他们的辅导，因为那时候我大概35岁左右，33岁信主嘛，然后大概35岁，我想说离他们年纪最近自然而然就被指定了。我那时候也是傻傻的就接了这个社青辅导，之后才知道陪伴青年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啊。尤其对于我在这个教会这个信仰才来这么几年，所以我不管是在信仰、在工作、感情，他们的感情、青年彼此之间相处的问题，我和志梅牧师常常为了他们在挂心啊。我们想说，我们既然接了这个辅导嘛，我们就好好的关心。那时候人也不少也10来个，那时候也10来个我们那个指挥洛林那个时候，神学生也是在那边我们常常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另外，我们要常常另外拨一些时间。那时候子怡子群都还小，我们另外拨一些时间来陪伴他们。有时候电话一通来，可能是男女朋友吵架或者是什么事情。我跟志梅牧师就有一个就要冲出去，常常陪伴我3更半夜，甚至有人谈恋爱比如说立安谈恋爱好了，立安谈恋爱，立安有来吗？立安谈恋爱，以前跟妈妈的感情非常的好，谈了恋爱之后不理妈妈，妈妈生气了，类似像这样子，我跟志梅牧师我们也要去处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就要去处理。如今回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为别人挂心、陪伴，然后一起受苦的能力，其实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深深激励我们，也操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并没有因为宣扬福音，他有很大的一个果效，以及遇到很多的艰难，他就夸口他对主耶稣做了多少的事情，或者是在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的灾害。好，我们刚刚经文说了，他就放弃，他一样勇往直前，宣扬主的福音，他为主癫狂啊！大家知道癫狂是什么意思吗？像利安啊，利安牧师今天讲你比较多次哈。像利安啊，无时无刻就要在莉莉旁边啊，因为现在谈恋爱，他为了感情在癫狂啊。比如，哎，没错啊，哦，类似那个癫狂，一天看不到他会不会受不了？啊，你要配合牧师一下，会不会受不了？会。你最近搬出去是不是常常很想你妈？有哈，有哈，有哈。因为保罗深深了解他可以传福音，其实真的没什么好夸口的，因为他是完全是回应基督对他牺牲的爱啊。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21节到23节，21节到23节啊，这么说。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保罗在讲这些话，其实他是一个在当时代他是一个顶尖的人物啊。他们是基督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受多劳苦，就是刚以下讲，他受更多的劳苦。保罗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不是要夸口什么。虽然表面他看似要对付那个假的使徒，以及对他一些攻击的一些弟兄姐妹，其实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用意，他就是要他所爱的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重新的了解，醒来吧。其实要告诉我们现在21世纪的教会一样，我们不能用外面的方式在治理教会。他从前是传怎么样的耶稣，怎么样的圣灵，怎么样的福音，他希望他们能够重新找回，重新回到正轨上面，教会才能重新恢复为基督的教会啊，能够带来合一，能够带来彼此相爱。我们真的透过爱餐关心，其实真的我整个教会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这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不是我们长老或者是牧师谁的功劳，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有时候经过看到弟兄姐妹一边谈一边在哭，然后彼此分享。现在我们不止爱餐，有的弟兄姐妹有感动，拿了咖啡豆，有人送咖啡机，有人拿咖啡豆，然后有人在泡咖啡，那就有人准备点心。让教会成为基督的教会，而不是让教会继续成为俱乐部、成为社团。主耶稣是保罗信仰的老师，主耶稣怎么做，保罗就照样做。主耶稣作为影响着保罗。约翰福音3章16到17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想在座如果还没认识上帝的人，在外面应该都听过这句话，但是后面那一句话更重要，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来定人的罪，他是要来救我们。那定十字架的耶稣才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也才是我们应该信的，也才是我们应该信的。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罪就一直延伸到所有的世界上的人。这个罪破坏了人跟上帝的关系，以至于人虽然拥有了很多东西，依然一直活在惊慌、敌对、不安的状况底下。最近全世界最大的经文就是以巴的战争。
他们不愿意牺牲，两边都夸口，每个人都想要自己是最强、自己最好的。在敌对不安的状况下，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人活在这世上，好像一条船行驶在大海当中，我们都一直在寻找一个可靠岸的地方。”洪凯牧师，恭喜你，你今天找到了。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坐在这边，得到救赎，找到一个可安稳、可靠岸的地方，这个安稳的地方并不是世界可以给我们的。如果世界可以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台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心智诊所，也就是忧郁症会这么多。几乎好像听到有1/3忧郁症。我们会想象，忧郁症应该是没有钱的人才会忧郁吧？不是，不是的。弟兄姐妹，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地位、名声，甚至是财物，其实没办法给我们很平静安稳的生命。我们生命会常常像那个天平一样，其实没有安稳的，我们都很急躁。我们手机没办法带手机，放在家里，我们已经到很远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再回来，一定要拿着手机，我们一定要有手机在身上，不然我们没办法安稳，没办法安稳。是上帝怜悯的爱，是上帝用他自己的儿子，无罪的耶稣基督，来替换有罪的我们啊！牧师再说一次，我们现在之所以可安稳的过日子，现在要能够好睡，不是那么容易。一躺下去，叮咚。看一下手机，或者是我们常常对很多的事情打扰。我们甚至可以有永生的一个盼望，是上帝用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用无罪的耶稣代替，就好像死刑犯代替，他代替我们去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担当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跟上帝重新和好。跟上帝重新和好，我们才有办法改变。母会的那个牧师说：“你不要当做礼拜的基督徒是，纵使你受洗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做礼拜的基督徒，你没办法经历耶稣基督的爱，你生命没办法做调整、做改变。”牧师也预告一下，11月12号，我们的福音11月12号嘛，福音见证分享主日，我们也可以来分享利安。他从受洗之后，坚信你之后，他的生命得到多大的一个改变？这讲起来非常的容易。耶稣为我们死，其实一点都不轻松。耶稣为我们死。然后牧师在这边讲到说，写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是很激动的。想想20几年前，我也是一样，是在外面流浪，凡是想靠自己。直到我的事业失败之后，直到耶稣愿意当我的罪，他将一切的罪揽在他自己的身上，以至于他受一切的折磨，被抓、被戏弄、被骂、吐口水，他甚至忍受一切的鞭打，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我才能够现在这么喜乐、有盼望的活着。耶稣是软弱吗？保罗是软弱吗？因为保罗的软弱、牺牲，将福音传到全欧洲，甚至全世界，150几年来到台湾。耶稣在世上也让人看作软弱，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牺牲了生命。这样软弱的行为，却完成上帝救赎世间人的伟大的一个计划。生命强大的力量，不在于来自夸口，而在于来自软弱跟牺牲。当我们软弱、牺牲、奉献的时候，会带来合一，带来平安。刚刚讲我们的爱餐。每礼拜天，大家在桌上那个饭菜不是那么容易。周间敬会长老会去叫菜，礼拜六一大早牧师要来开门，让他送菜进来。
礼拜六下午有爱餐的小组来切菜、下锅；礼拜天主厨过来煮菜，我们才能够吃到。因着这些弟兄姐妹愿意牺牲，意思就是说了，一节牧师每个礼拜六都不能晚起床，你知道吗？我不能赖床，赖床菜就进不来。当然，这个牺牲没有什么了哈，就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牺牲，他们的看似是软弱，他们的奉献，带来礼拜天等一下会后，大家可以享受那个爱餐，温暖我们的心。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2节的经文，29节到30节。来 ，PPT 29到30，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感谢主，有人拿圣经啊。所以 PPT 有个坏处，30节没有打上啊。30节这么说：我若必须自夸，那就夸关乎我软弱的事好。弟兄姐妹，今天保罗透过写哥林多教会这封信，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教会，我们建成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真的是基督的教会吗？是基督活出基督的教会吗？刚好看到我们这个今天的圣礼的奉献，我们是为更生人来奉献。教会有教会的使命，我们的社区关怀祭典，我们是为了那100个社区长辈他们的家庭来关心他们。其中有一个阿嬷，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关心这100个家庭哦，不是，不止。有一个阿嬷90岁，我说阿嬷，你们的家人知不知道你来？知道。你总共有几个孩子？男女7个，然后加上孙子，加上什么？他现在后面的人有30个。这30个人都知道他来教会，教会对他非常的好，教会对他好。我们教会是不是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就成为帮基督的爱散播给他们。他们知道阿嬷来到建成教会，非常的开心。前阵子牧师去参加一个佛教的礼仪，也是一个教会一个长者，社区的长者，他走了。我穿着牧师服去，其他的人都吓一跳，因为都佛教的嘛，怎么一个牧师服穿着牧师服去？他们家属在放 PPT 的时候，放那个影片的时候，有放到教会，他们特别感谢他的阿嬷、他的妈妈年老的时候，在建成教会得到很多的爱。这封信也在这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目前的信仰的情况，我们可能信耶稣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心在哪里啊？我们爱世界的心有没有赢过耶稣啊？我们的心是不是汲汲营营在这个世界上花花的世界啊？马太福音16章26节警告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或者还是因为某种的原因，让你的信仰不冷不热？就刚刚牧师讲了，做的基督徒不冷不热，还是你对生命早已失去方向跟热情呢？要是有以上，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若必须自夸，就夸那乎关我软弱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时候，代表我们需要耶稣。当一个人夸口骄傲的时候，代表他是靠自己的。如同小婴儿，他常常需要父母的时候，他会哭。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谦卑，并且我们的心怀意念就会离耶稣越来越近。当我们的心离耶稣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极大的平安跟喜乐。当我们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因为你这边充满了耶稣。可是平常如果你充满了世界，圣灵提醒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两位牧师常常也是，他有个感动，那我们应该马上做。我们屡试不爽，当有一个感动，你不赶快打那通电话，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
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这样改变的时候，我们将和基督一同走向那条平安又丰盛的旅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怜悯的爱，软弱、牺牲、奉献、为他者，是基督徒的记号。愿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能够在里面重新得力。靠着上帝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也求主帮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会将一切的东西都加添给我们。愿神祝福大家，常常有主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开心，今天有人要在上帝与众人面前誓约。圣经里面也有说，当一个罪人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连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喜。不是我赚了100万，赚了100万，天使不会笑。好，来，我们请今天要受洗的蔡宏凯弟兄来到台前。哇，好帅哦！哎呀，你是哪个男模吗？我牧师都被你比下了。好，牧师来宣布哈，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像当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一样，今日我也要如此对你说：你必须深信，你若真实悔改，告白你的信仰，奉他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罪得赦的记号及印证，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如今你蔡宏凯要受洗，你要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回答牧师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的信仰。有3个问题：宏凯，你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是你的保惠师吗？可以大声一点哈。是的。好，第2个问题，你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是。你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愿意如此行吗？我愿意。好。蔡宏凯，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牧师来宣告：宏凯，你已经告白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奉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建成小会的权柄接纳你，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新约的恩典。好，请起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儿女宏凯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恳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坚固他，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使他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遭到试探的时候，你保守他，使他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的软弱，保守他安稳在你的爱里，使他能够一生服侍你。
我们的主上帝，求你使我们在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后，能够更明白受洗的意义。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以至于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使我们真心悔改，引导我们回转归向你，从今以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恭喜！来，那个教会有那个哦，洪凯自己给的这一张很帅哈，你们等一下会有大家自己看啊，来。好，一起来，一起来。好，爱心是不是？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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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领主的宴席。凡成为基督徒啊，有奉主的宴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啊领受啊这个宴席。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葡萄汁代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血。等一下，我们在音乐当中，我们依序上来领受圣餐。在领受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就剥一块，剥的时候，然后就沾葡萄汁，然后就可以享用。好。子怡，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流的。佩仪，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流的。伯彦，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而流的。宇轩，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潘杰，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子爱，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季红，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大家可以拨大块一点，没关系哈。洪凯，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若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
稣，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定性，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又好，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稳柔，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佳佳，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毅力，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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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为你舍的，因着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荣耀，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灵力，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子群，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智能牧师，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认明长老，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起立，来唱耶稣基督这首回应诗。我愿全心荣耀耶稣，放弃依靠我自己的脚。你的祝福无法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显了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因你恩典是我的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主荣
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是你我主。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从天而来的祝福，愿圣父、圣子、圣灵常与你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夸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透过牺牲、奉献来奔跑未来的道路，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让我们来唱《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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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的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二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楼下有爱餐都可以享用。谢谢大家。